中文歌劇對大部分嘅觀眾嚟講都有點陌生，但係唔少人亦都認為非常有新鮮感。這個因為我愛好歌劇吧，我來看一下他的新的嘗試。覺得他這個人物，很有傳奇色彩。感受一下，以前沒有看過那個歌劇啊，這種，今天帶小孩一塊來感受一下。大會亦都增設咗字幕，讓觀眾更了解劇情。香港特區參與上海世博會嘅原創歌劇演出《張保仔傳奇》，絕對反映咗香港多元文化同埋中西交融嘅藝術特色。劇中展現咗香港一啲節日，例如元宵花燈、太平清醮搶包山、中秋節舞火龍等嘅場面，結合故事發展，極富藝術品味。為咗展現中西交融嘅香港特色，8名樂手一半係西樂，一半係中樂，有時樂手會兼奏其他嘅樂器。由香港著名歌劇導演盧景文擔任監製同埋導演，並由盧厚敏作曲，沈慧中填詞及滿道編劇。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創作，全新嘅室內原創歌劇《張保仔傳奇》係香港參博8月嘅主題文化城市亮點節目。由香港非凡美樂同埋香港演藝學院校友會攜手合作，8月20號同埋21號喺上海大劇院首演全新創作《張保仔傳奇》，以室內歌劇形式展現海盜首領張保仔嘅事蹟。連續2晚嘅演出節目大受歡迎，全院滿座。香港參博工作小組蕭麗報導。